呢一項富有意義嘅活動推廣至到全香港嘅中學生。同時咧，我亦都要感謝每一間嘅學校啦，佢哋嘅熱心推動，老師嘅悉心指導啦，同埋同學們嘅積極參與，全賴社會各界嘅鼎力支持，今次嘅比賽先至可以順利完成。咁咧，再次向大家致以衷心嘅謝意。深度遊短視頻嘅創作比賽頒獎嘅典禮。舊年呢，廠商會青年委員會首度舉辦全港中學生 Happy Hong Kong 深度遊短視頻創作大賽，反應熱烈，成績呢係令人鼓舞。而今年呢，配合中國人民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，以紀念抗戰勝利為主題呢，舉辦短視頻創作比賽。參賽嘅同學係可以透過鏡頭走訪香港嘅抗戰史蹟，訪錄歷史印記，向世界講述香港嘅抗戰故事，從中係了解香港喺抗日戰爭裏面所扮演嘅角色同埋完成嘅任務，非常有意義。抗戰勝利80週年，等我哋一齊銘記歷史，傳承愛國精神，一齊嚟香港深度遊90個痕跡啦！今日我哋由非常之感謝老師嘅指導。好多謝晒你哋。咁我覺得呢個活動係非常之有意思。一就係即係而家提倡嘅文旅無處不文旅即係文化同埋旅遊嘅結合。咁二咧就係我成日都好鼓勵青少年拍多啲嘢，因為拍嘢咧其實係一個跨媒體嘅一個嘅創作，啟發你唔止單方面，其實拍攝入邊你會見到好多嘅構圖啦、故事啦、講文章啦、説故事嘅能力咁樣。我非常之係即係支持青年早啲介入去拍攝。其實而家都係因為科技嘅進步，大家攞住個電話就已經係可以拍到好多嘢。